谢。然后手机的人请你将手机摆做震动，还是关起。
全地定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因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因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咱是伊的百姓，也是草场的羊。就用感谢立伊的门，用俄勒立伊的院，就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主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咱三甲来念圣诗136首，救主愿意做我的者，请起立来吟双手。用新的概念来告白咱的信仰。你的尽心尽性，让你这个所爱，你的亚萨西说，你的亚萨西说，正了解是传统的，才是你的中华。我有新的概念，就是你的思想。是我的天命，你的天命上面，你的上面，这样的对咱们在一起我的心。请坐。咱三甲来交读启文，启文第22篇，诗篇96篇。来啊，咱着唱歌学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
伊统治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着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愿阳光、娱乐、甲尊贵归伫信父、信子、信神三位一体的上帝。也愿上帝福气甲平安临到伫即个会中。全能永远的上帝啊，你的作为是伟大奇妙，你的道路是公义真实。阮因为捌体会你伫即世界，甲阮身上所显明的恩典，就甘心乐意来到你的面前，奉献阮本身，互你做采用。天顶的爸上帝，愿为心底来感激你对阮的疼痛甲慈悲，因为你互圣子耶稣出世做人，有世界人的信情，佮替阮死伫十字架顶。爸啊，求你教示阮怎样学习主谦卑顺服的款式，互阮做一个基督徒来夸口，去用实力价来起造上帝国甲你圣会一台湾社会的工。全能的上帝，阮的心愿意，但是阮的信心不足有限。愿你照你丰盛的恩典、美好的旨意来完成阮的心愿。伫即个时阵，阮搁一遍求你安静阮的心，敲开阮的心门，来领受牧师行要传讲的信息，来明白你的旨意，加添阮的信心甲信仰，互阮所做一切的事工，讲会当行通顺利来荣耀你的圣名。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圣歌队来娱乐。我
咱三个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6章第1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到第10节。有一遍真侪无岁甲罪人徛伫耶稣遐，要听伊讲道。法利赛派人甲经学教师闹伊讲，即个人接纳罪人甲因食饭。耶稣就甲因讲一个比喻。恁中间啥物人有100只羊，拍无见一只，恁敢袂放去99只伫旷野去找拍无见的迄只，找到着？一个找着，伊就真欢喜，将迄只羊派一间头。伊倒转到厝，叫朋友甲厝边来，甲因讲来斗欢喜，因为拍无见的迄只羊一定找着。我甲因讲，亲像安尼，为着一个悔改的罪人。比有99个毋免悔改伊人，一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也是有一个富人人有10个银元，拍无见一个，敢袂点灯扫厝内拍拼找到着？一个找着就叫朋友到厝边来，甲因讲来斗欢喜，因为拍无见的迄个银元一定找着。我甲恁讲，亲像安尼，上帝天使会为着一个罪人来悔改来欢喜。愿上帝祝福听透伊的话的人。今仔老牧师要讲分享的题目是离失甲找着。请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当阮来到伫你面前的时，阮是受着你所找着的迄只羊。为着安尼，阮也体会你心内底的欢喜。主啊，当阮三自一点伫遮的时阵，也搁一摆庆贺主你的疼，丰丰富富临到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愿主因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也成做阮的帮助。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这个平安。毋知影咱有拍无见物件的经验无？大概人拢有拍无去的时阵要安怎？开始咧找，但是一开始找，若是一直找无，你会安怎？若是一直找无，大概都开始想要放弃啊。一开始拍无去的时阵，咱开始会去找物件。但是当一直拢找无，过1天、2天，搁认真要找，过1礼拜、过1个月，可能咱会开始无想要找遮个物件。主要的原因是，有可能即个物件的价值并无遐悬，但是咱可能搁有另外一款的经验。厝内底若是有囡仔，当伊咧耍拼图，一个拼图拍无去的时阵，要安怎？这绝对一直找，毋知要找到当时，因为迄个拼图若是一直无找着，后壁会发生啥物代志？家己做一个。对，家己做一个。因为迄个拼图若是找无着，你可能后壁拢无法度完成啊。所以有当时咱看囡仔的行动的时阵，会帮助咱去了解讲，原来要找一个物件的重要性到底是啥物。今仔日咱读这段圣经节，讲有一个雇羊的人，伊有100只的羊仔，逐工伊就是带这100只羊仔去草地去啉水，但是迄日伊感觉安怎算拢无对，拢毋对，为虾米？敢若减一只咧，伊逐工带这100只，所以大概伊会当了解讲100只大概偌济，所以迄天伊就真直接去看，就感觉讲安尼可能有问题，所以一只羊拍无去，伊剩99只。现在伊必须来做决定，即马要安怎办？是要去找迄个拍无去的迄只，还是想讲反正吼，我还佫几只？我还佫99只，看起来嘛袂少嘛，减一只敢若无啥物了不起的，所以伊必须爱做一个决定。伊的决定是，伊准备将这99只留踮伫油条内面，伊开始要去找迄个失迷迄只。
这个各样人的行动，伊就安尼一个人走出去啊。要邀请咱来想看觅，如果你是去99只，你即摆咧想啥？如果咱是咧99只，毋知咱会安怎看即个各样的人即个行动？大家人可能会去想吼，啊，迄只吼，就是特别搞怪，迄只特别搞怪，啊，伊吼家己失袂去，啊，伊运动啊，伊家己找无转来厝的路，就放伊去吧。啊，哪会需要浪费逐个人的时间，甲逐个人的气力咧？啊，反正吼，咱即摆准备要转去休困，要转去食饭啊啦。啊，迄一只都互伊去吧。所以对于这99只来讲，因看迄个各样人的行动，有当时啊，因并无完全理解到底各样的人咧想啥物。咱等到这一天的开始，100只羊仔去到伫草埔，踮伫遐买食草，享受自由的空间。逐个人是自由的，因会当歇伫溪水边，会当安歇，是一个真水的时刻。啊，迄一只，伊咧想啥物？迄一只走卖的羊仔，大概伊开始就咧想讲，哦，真无容易，才会当来到伫遮佚佗，所以伊真欢喜，想要去看讲边仔偌水，开始愈走愈远，啊，但是愈走愈远，搁爱小可安怎？小可回头看一下，吼，迄一大群羊仔踮伫遐。所以真欢喜，开始走，反正吼，我即摆还佫看会着，我即摆还佫看会着，大家应该无啥物问题吧？但是囡仔就是安尼嘛，愈走愈远，愈走愈远，到忽然间，伊已经找无的时阵，啥物拢袂有啊。所以当伊感觉伊找拢袂有的时阵，伊心内底真着急，嘛开始回头，一直伫遐咧撞，安怎看都看无讲啊，我原本。迄大阵羊群到底踮伫倒落？啊，即马我爱缀着日头，可能嘛落山，开始有风啊。心内底有济的惊，本来真欢喜出来佚佗，现在心内底是看虑，是烦恼。各样的人咧找伊的时阵，嘛用尽一切的办法，安怎拢找无？边仔嘛有足侪声音讲。毋免浪费气力啦！啊，迄只羊仔吼，就上无乖，就莫插伊吧。你哪会需要为着迄只来放弃你已经有的99只咧？99比1，即马是一个真大的距离哦。99比1，你要选倒一边？这是一个大问题呢。99比1，咱会安怎选？放弃迄个家己走无去的迄只，我好好啊把我羊条内面佫有的99只，看起来真一切拢真合理。若是照成本来看，我掠条我佫有的99只，反正我佫有99只，而且我若是会当有99只，就代表讲我佫会当安怎？我绝对佫有法度佫买一只转来，我共款会当有100只，我哪会需要讲要去找迄只咧？安怎看吼？99比1，你会选99？这就是遐个冒失的人甲歹人拄着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的质疑的原因。当耶稣甲遐个冒失的人甲遐个歹人做伙的时阵，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咧质疑耶稣讲：你为什么要安尼？因为对因来看，遮个人是会当放弃的，遮个人都无乖嘛，遮个人就是最歹，你会当莫插伊。羊条内面佫有99只，敢毋是呢？这毋若是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会发出的质疑。也是咱每一个人会拄到的问题。99比1，到底咱会徛伫倒落？伫教会内面，咱定讲，咱需要去传福音，咱需要人分享福音。
但是当咱咧讲分享福音的时，咱真少感受到什么叫做分享上帝的福音，迄叫做放撒。当分享上帝福音的时阵，咱共款爱面对一个放撒的状况。为什么？这个各样的人需要放撒，暂时放撒踮伫油条内面的这99个去找迄个失迷的迄只，因为是放撒，所以伊的眼光袂放伫伊的油条内面，伊的眼光必须爱看油条外面。既然伊的眼光是看油条外面，安尼所有的行动、所有的决定，都会甲咱所习惯的思考完全无共款。当咱一直咧看咱原本咱油条内面这99个的时阵，咱真简单，反正只要照咱真熟悉的方法一直咧进行就好啊。但是如果当咱将眼光去放伫迄个走迷的人的时阵，这个思考甲咱所想象的完全无共款，而且因为咱是99，所以咱会认为我是对的；因为咱是大多数，所以咱会认为我踮伫遮是完全正确，那会需要去看迄个走迷的迄只咧。所以耶稣讲这个去敲吹失迷羊仔的行动，伊代表真大的放撒。这个放撒是你需要看无家己羊条内面这99，需要去看到底外面需要的人踮伫倒落，定定冲突就会踮伫遮发生啊！我是99，为什么我需要分享资源给别人？为什么我需要去找迄个无听话的人？伤济执期会踮伫咱的心内底，但是当咱咧面对这段经文的时阵，咱搁较直接爱去想一件代志。请问，咱每一个人敢毋是拢对迄一只变成做99只嘛？咱会袂记哩一件代志，咱每一个人敢毋是拢是耶稣将咱找倒转来，啊慢慢累积起来，到伫咱正做99嘛？如果咱每一个人拢是失迷迄个，为什么咱踮伫现在，咱会拒绝耶稣去找迄只羊，去找迄只无乖的咧？踮伫99，咱有伤济应该安怎？踮伫99，咱有足济习惯，反正教会就是安怎，团契就是安怎，正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安怎咧进行，因为咱是99。咱无将眼光去看见失迷迄只，伊所面对的是啥物？各样的人邀请咱去接近迄个失迷的人的心，去想看觅，迄个失迷的人伊心内底咧想啥物？去看觅迄个失迷的人伊所看见的世界是啥物？有当时啊，咱踮伫遮，咱正做迄99。只不过是物理空间中间，咱无失迷，但是咱的心灵是失迷的。实际上，咱是失迷。每一个人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一直咧听候耶稣会听，怎样补助咱，怎样将咱找到转来，怎样用伊的听来听咱。所以，咱来想一下。迄个各样的人伫咧找的时阵，伊心内底咧想啥物？当伊要去找迄只搬山过岭、四界咧问，看到边仔有各样的人的时阵，就开始咧问讲：毋知你有看到我迄只羊无？伊一直咧问，一直捉着急的，一直咧看，到底我失迷迄只羊走去对啊？当伊看到迄只的时阵，会是啥物情形？当伊看到迄只走迷羊仔的时阵，伊是规个人撞过去，足欢喜的，
要去甲迄只羊仔揽了。啊，当迄只羊仔看到主人的时阵，佫是啥物？开始流目屎，我总算会当转去厝啊！我总算我安全啊！我总算我会当转到伫我原本应该爱踮的所在啊！所以，这个顾羊的人看到迄只羊仔的时阵，伊欢欢喜喜去揽了，然后将迄只羊仔派伫伊的肩胛头，带转去家己的厝，招厝边隔壁的人讲：“咱来做伙庆祝吧，咱来甲我做伙欢喜吧。”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比天顶的喜乐，伫天顶的喜乐比迄99个无需要悔改的罪人搁较大，敢毋是？耶稣用这个失迷羊的譬喻了后，伊搁用一个拍无银钱的譬喻。若是有一个查某人，有10个迄个圆圆失去一个，伊会安怎？伊会一直去找，一直去找，听候到伊找到了后，准备要招大家做伙来庆祝。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嘛有讲一个问题：啊，你胖无一箍，你去甲迄一箍找倒转来。啊，找倒转来了，你搁做啥物代志？你搁招大家人来庆祝，你毋是10箍拢了吗？大家人读这段圣经，咱拢会安尼去想，对。啊，你毋是浪费，迄一箍放无去就放无去啊！你还搁有9箍，等到转来了后，搁大庆祝，连迄9箍拢无去啊！但是，伊所看到的是啥物？伊所看到的是迄个找到转来的喜乐。毋管是羊的譬喻，还是钱的譬喻，耶稣拢带咱咧看一件代志：咱生命中间的欢喜到底是啥物？啥物话是咱生命中间的欢喜？咱生命中间的欢喜，毋是因为我已经得到真济啊，我已经会当安稳自在，反正我踮伫99只的羊条内面，阮踮伫遮真好。生命中间的欢喜是，咱看到迄个顾羊的人欢欢喜喜去将迄只失迷羊找倒转来，找倒转来了后，逐个人三甲来欢喜，三甲来庆贺每一个生命。这是耶稣所咧对咱讲的，伫咱的生命中间，欢喜是伊所要赐予咱的稳定。当咱中间讲看伫迄个顾羊的人咧做啥物，伊去找到去食失迷羊的时阵，转来的时阵，迄个欢喜是对顾羊的人的生命中间也一直丰丰富富拖到伫咱每一只羊仔。这是耶稣所邀请咱去看的。其实，咱每一个人受基督的邀请，成做伊的门徒，咱也常时成做一个顾羊的人。咱每一个人嘛，成做一个顾羊的人。咱去想到，当咱的生命中间怎样互耶稣所找到的时阵，迄个喜乐早就已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今仔日，咱不过也搁一摆受到耶稣所邀请，咱爱成做迄个顾羊的人。但是要成做顾羊的人，咱需要将眼光去看每一个失迷的人，伊生命中间需要的是啥物。所以照着安尼，定定咧讲，牧者的服侍可能是全世界上界困难的工作之一，因为顾羊的人需要去找迄只失迷的羊，搁爱知影讲，咱时时刻刻嘛行伫一个失迷的危险中间。除了基督，咱无法度做啥物。毋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怎样看见基督的作为？踮伫咱的教会中间，毋知影咱怎样看见基督的作为？这个暑假真丰富的暑假，一开始我还搁咧看，咱咧办夏令营，咱咧办无共款的活动，但是
伫7月进前，咱的青少年其实并无任何的组织，咱的青少年服侍团队并无组织。但是当咱要办夏令营的时阵，我甲团队一直咧讨论，咱嘛爱讲一件代志，就是每一个愿意来服侍的青少年，因必须爱家己做决定。因若是愿意服侍，因必须爱牺牲，因必须爱遵守一切的规范。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嘛有足侪声音会走出来讲，啊，无说你掠只案吼，可能囡仔无想要来。无说你用遮尔济规矩的时阵，现在的囡仔真歹掠。毋过我看见的是，当上帝要点伫咱生命中间做工的时阵，伊有伊一个水的工作。这2个月，我看见的是，有一群青年人，互上帝所呼召的，互上帝所组织，是因咧面对生命的功课。因也有对家长来讲真歹处理的所在，但是点伫遮，因成做一个群体，成做一个三服侍的团队。伫整个的过程，我看见基督怎样咧找伊的样。咱无虾米策略，无虾米办法，干那带人读圣经，干那要求因。若是恁要来教会服侍，恁需要好好啊决志，好好啊决定讲你要参与。就着安尼，因开始组织。上帝家己咧找人。顶礼拜咱有看见讲，我输去领一个世界记忆名录的奖，啊，大家人都问我讲，这个到底是啥物？这个是国家所咧颁发。教会历史的资料是关系到咱100年前踮伫台湾社会中间一切的记录，所以政府认为这个物件是重要的。历史小组甲咱的小会合作，咱准备咱已经向政府申请一个补助案，要修理这100年前的会议记录。伫这个过程中间，我阁发现。上帝怎样咧找伊想要找的人？咱找到专门咧修理遮一切的修复师，嘛有一个青年人愿意参与踮伫行政的工作。过去1-2礼拜以来，因真认真参与咧整理咱的资料，也整理咱的场所。啊，但是佫听到讲，当咱政府的补助款还未落来的时阵，因自愿。咱讲不要紧，这个月的薪水反正还无开始，所以后个月才互阮就好啊。当咱徛伫边仔咧看的时阵，心内底有一款感动，是每一个人所感受到的是，我所做的这件代志有价值。我也因为我参与这个有价值的工作，我的生命得到换新。基督咧找人，基督咧找每一个伊所定着的人来参与伫伊的工作。当咱咧分享福音的时阵，我常常讲，我袂用，我较无爱用传福音，我较爱用分享福音。啥物叫做分享福音？分享福音是。分享上帝踮伫你生命中间所做的代志。当咱一直咧讲传的时阵，咱会一直认为福音是我抓伫手内底，因为我抓伫手内底，我才会当去传。但是分享是啥物？分享是见证上帝踮伫我生命中间的工作。所以我不过是一个你讲故事的人。我不过是一个你讲，现在踮伫我的生命中间，基督做啥物的人，无任何的策略，无任何的方法，干那真单纯去讲，上帝踮伫我的生命中间，互我看到啥物，这就是分享福音。然后因为要分享福音，所以我会去看迄个失迷的人，伊生命中间需要啥物，就着安尼。
我邀请伊三甲来参与基督的宴谢。咱是受到基督所找回来的人，咱互基督所找回来，因为咱互伊找回来，所以咱嘛会当去分享，讲我怎样互耶稣所找着。这是各样人的工作，各样的人毋是掠条讲我有啥物，各样的人是我参与点伫基督的工作。我真意爱的一个牧者毕德生牧师，伊咧讲家己受到教会所托付，成做一个牧者的使命的时阵，伊讲这个工作毋是工作，这个工作是爱去看见讲每一个人灵魂中间上界深的较无到底是啥物，所以伊踮伫伊要誓约，要互人按立成做牧师的时阵，伊有一段话，迄是伊甲教会所立誓的约束。伊讲教会安怎讲？教会爱对牧者讲，阮五望你伫阮的中间负责爱讲出阮所信有关系福音的真理，帮助阮去相信，迄个看袂到的代志，比看会到的代志搁较重要。嘛相信讲，每一个生命中间看起来是歹事，看起来是挑战，这一切的事件，虽然会拄着困难，会拄着挑战，但是这一切的事，拢是咱会当用来学到上帝的材料。教会会继续安尼讲，阮需要人的帮助，互家己的信仰会当换新，会当愈来愈完全。阮无信任家己，因为阮的情绪会引诱阮家己离开上帝，所以阮需要各样的人，阮需要各样的人来成做阮的帮助，做上帝话语甲圣礼的职事。现在教会要将各样牧养的使命交伫你的手中，望你会当立这个誓约，并且一世人去持守。这毋是一个暂时的工作，是一款生命，是一个需要踮伫团体中间活出来的生活款式。阮知你的情绪甲阮同款，会一直咧变化，心思嘛会诡诈。这都是咱需要共同立誓约的原因。伊佫继续讲，可能有一天，教会会派代表到伫你面前，要求你讲一寡无伫阮现在甲你讲这个事以外的事，请你阮保证，你袂屈服阮的要求，你毋是来服侍阮变化多端的欲望。也毋是来服侍阮一切世俗的期待，你的责任就是不断甲阮讲基督的故事是啥物。你的责任就是不断帮助阮看见圣神的工作怎样运行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坚持上帝是第一位，讲出符合圣经命令、应允、邀请的话。这是一个各样的人的使命，伫这个充满混乱的时代，去看每一只失迷的羊。咱毋是踮伫这99只，只要满足咱家己的需要，满足咱家己的欲望就好。咱需要去看见迄个失迷的一只，因所拄着的挑战是啥物？因所失迷、惊吓、看路的所在到底伫倒落？然后去分享上帝踮伫咱生命中间的工作。咱干那需要做一件事，去分享基督踮伫咱生命中间的工作，邀请人做伙来听，邀请人做伙倒转来羊条内面，
踮伫遮做啥物？欢喜庆祝。踮伫遮欢喜庆祝。踮伫教会内面，踮伫敬拜的中间，咱欢喜庆祝基督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做工。上帝邀请咱，诚做各样的人，去敲找每一只失迷，是这个呼召，也是这个使命，帮助咱，搁一摆会记你讲，咱已经。互基督所找到啊！咱每一个人已经互基督所找到啊！所以现在，咱不过就是去分享这段故事，听后，咱要做伙庆贺，咱要做伙上赞，咱要做伙欢喜，分享讲基督踮伫遮，我是伊的羊，咱是伊的百姓。请咱做伙来看我所写的一段文字：失迷甲找着，行伫一望无际的草原青草地，数一口自由的空气，安歇伫溪水边，伫青草地遐佚佗，心里欢喜，笑容出现，忽然。风云变化，雷声隆隆，受惊吓的心迷失了方向。上早的笑容已经消失，看如烦恼浮点伫咱的面。各样人的心一直在憔悴，想要换转迷失的羊，找到漂泊的灵，欢庆回归的时刻，自责的时刻。当咱每一个礼拜，咱会当来到伫上帝的殿，当咱三自责，当咱搁一摆听上帝的话的时阵，这是欢喜的时刻。这是庆贺的时刻，这是搁一摆去感谢基督，伊已经做侪水的工作，踮伫咱生命中间的时刻。去吧，去侪人讲这个故事，去敲找每一只失迷羊，分享上帝踮伫你甲我生命中间的故事。请咱同齐来吟一首圣诗，咱来吟圣诗137首，诚做咱的回应。羊99倒咧平安。羊99倒咧平安，同守有条不可，只有一只是要山间离开有条马路，流浪山野边行风暴，不受良无顾管理照顾，不受良无顾管理照顾，条来顺牛要99，咸尾足自心机，自讲起这真正属我，现今甲我相离，路途
人坎坷错错，着起空家个切香古来吃，着起空家个切香古来吃。人生漫步，希望无际，青水草木溪边，呼吸新鲜自由空气，满足欢笑微微，忽然风暴雷声响亮，家乡闪避去觅食的方向，无助我愈愈无味紧忧伤，目者的心那采地草，找无所听的响，半山过岭，了溪过河，无险受伤流血，到尾找着漂泊的灵，欢喜无悔的是要的宝贝，团自轻苦，浪自古归回，山平山甘山摇大兵，有声对遐地起，英文响亮头照天灵，坐着我又欢喜，宝座是为天使形象，欢喜要享福道来天声，欢喜要享福道来天声。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是你的羊，你是顾羊的人。当阮人生中间，阮有时走袂路，阮拄着困难，拄着挫折，拄着惊吓的时，你的心永远无离开阮，而且你用尽一切方法，想要将阮每一个人找倒转来。所以到伫今仔日，阮会当领受这个福分，阮会当领受这份恩典，真正是主你用你的性命来挽回的。也照着安尼，今仔日阮也领受这个邀请，阮去看，踮伫阮身躯边，倒位有失迷的羊，去看需要的人，互阮愿意分享主你踮伫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作为，邀请每一只羊仔转来油条中间。主啊，所以阮现在踮伫遮，阮会当欢喜，阮会当庆贺，因为每一个生命拢是有价值，每一只羊仔拢是值得欢喜的。愿你将这份喜乐，愿你将这份平安，放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互阮一生掠掉这个使命，一生愿意成做你的奴仆。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起立。请坐，我来做教会事工的报告。咱的圣经学堂，咱的进度是马可福音12章第1节到12节，请咱踮礼拜3的暗暝，咱会当做伙来读上帝的话。等下踮伫下晡3点吼，咱教会甲其他3间教会以及外水室内乐团，咱要伫文化中心有即个报道会吼，有即个音乐会。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的兄弟姊妹，咱踮伫后壁，咱迄个招待道后壁遐还佫有票吼。如果你想要参与的兄弟姊妹，还佫会当摕票。下晡2点半开始入场。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踮伫下晡，咱三甲来参与咱下晡即个音乐会吼。后主日咱伫第2、2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所以请中职会当做伙留即个时间来参与。后礼拜也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后礼拜交换讲台，我会甲看西街教会黄牧师来做交换讲台。顶学期将奖助学金开始咧申请，所以嘛请有副学资格的人来关心这个时间到伫即个拜4。小儿洗礼，咱要踮伫10月初2要举行小儿洗礼，所以若是有要接受小儿洗礼的家长，会当到伫办公室来填写资料吼。后礼拜下晡3点吼，踮伫咱大礼拜堂遮会有一个青游玩的4的出版手刷音乐分享会。作者徐文老师是我真好的朋友，伊即马是香港演艺学院的教授。踮伫遐咧教音乐，伊相当有文字，包括信息内面有几首是伊的创作。即首诗歌是踮伫旧年咧面对疫情的时阵，伊所创作的诗歌，所以邀请兄弟姊妹有兴趣的当做伙来参与。徐老师会大家分享即首诗歌是怎样创作，以及分享伊背后的故事，嘛带领咱大家做伙来学习即首诗歌。来的人拢会当得到两分谱吼，一份是即个，另外另外一份，所以邀请咱大家后礼拜下晡3点会当三甲来参与。圣歌队的年会踮礼拜6暗暝所以伫5点半，所以请咱的监选委员会当做伙来参与。7点半吗？7点半，歹势拍毋着，7点半，9月17的7点半。过来咱踮伫9月24开始菲律比书的课程。有6摆的时间，咱要做伙来读菲律比书，嘛用菲律比书做伙学习祈祷。如果你有想要报名的，请会当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搁一项就是咱有报名启示录课程，孙宝林老师启示录课程呢，对即礼拜拜4开始上课吼。如果你搁想要报名，嘛欢迎会当踮伫教育大楼办公室这边来报名。所以咱启示录的课程是即礼拜4暗暝开始上课。今仔日咱有对台北台德教会来的兄弟姊妹对无？踮伫中央遐欢迎因会当来到伫咱中间，甲咱三甲敬拜上帝。欢迎恁来，多谢，请坐。我就做以上的报告甲介绍，咱礼拜煞会当三请安。咱做伙来念上面的诗，献诗391首，临时后请牧师来。
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也帮助咱分享这个福分，对咱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